銀娛與特奧會合辦，慶祝國際乒聯8年。銀娛關愛特奧乒乓球同樂日2026於本週日開波啦！同樂日開幕式於澳門銀河東翼廣場舉行，藉着今屆乒聯男女子世界盃嘅熱潮，同樂日喺澳門百老匯進行多項乒乓球比賽，為不同能力嘅運動員提供競技交流平台，吸引近千人參加。今年更增設照顧者挑戰賽，鼓勵有特殊需要人士嘅家長或照顧者參與。銀娛亦組織員工、康樂會屬下嘅乒乓球隊成員參與共融雙打賽，弘揚傷健共融精神。現場仲設置多個結合乒乓球元素嘅遊戲攤位，讓參加者喺趣味互動中加深對乒乓球運動嘅了解。活動亦首次走進校園，舉辦共融工作坊，邀請近80名師生及特殊需要人士，以慶祝國際乒聯8年為主題，創作乒乓球小夜燈，透過藝術加深青少年對共融理念嘅認識。